对领导开始讲，他当初就是对领导很恨很讨厌很不平他说为什么我们家的积分这么差因为刚刚后面有讲他们算第几积分的嘛他们家的分数比较低所以他就很恨领导，说不公平，国家不公平。然后他就开始想说也不能够恨领导，说国家有国家的一个制度，那我们制度这样定下来了，他领导是依照的这个制度在做而已，我有什么资格去恨他去怪他？他也是依着他的本分在做，所以他就开始改观，不再去恨领导了。那领导也有国家领导，还有工作的领导。那所以呢，他在工作上面呢，他也会开始，不再去对领导的一些行为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念头就是上面怎么讲，我就怎么做，我就做好我自己的本分，这样就好了。开始这样做。那再来。还不只有父母领导在，就是他连他周遭的长辈，他周遭的长辈他就开始去想，我对哪一个长辈有过不对的行为，有过不好的态度，他就开始去想，然后恨他们，然后去跟他们道歉，一一道歉他是一个一个去跟他们赔不是，去跟他们道歉。后续就觉得真的太厉害了他真的会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所以为什么人家的病会好？为什么他12年的病可以这样子好？我是没有原因的，他是真的这样子去做的。有时候你就想想看，我们什么都知道有时候也发现到自己错了。可是当我们知道自己错了，我们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容不容易？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我们要承认自己错了，其实不容易。那你要承认自己错，你还要再去跟对方道歉，更难，更难。那他就真的这样子，而且是一个不漏他只要想到谁，他就赶快去跟他道歉，去跟他赔不是，真心的忏悔。所以他的孝道是这样子，让他的补全，所以他身体就越来越好。当他孝道补全之后，开始做剃道，对他的兄弟姐妹开始去照顾。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尊重他哥哥，然后他哥哥也发现他的改变，后来他跟他哥哥感情就很好然后跟他妹妹他就照顾得很好，所以他变成说他在他们家里面，他兄弟姐妹都很认同这一个人，然后都会很听他的话，他一个人带动了他们全家，带动他们全家都走上修行这一条路。他对他哥哥好到什么进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他哥哥大他2岁，然后在他哥哥39岁那一年，他哥哥得到肝病，肝病结果不是过世了。这时候呢，他就说了，我们人当我们人在立志的时候他说没有立志都没有事情他一立志魔就来了，考验就来了，而且你的志向立得越大，考验就会越大。志向立得越大，考验就会越大，因为这考验就是要成就我们的志向。所以因为他立了这么大的一个志，所以他哥哥39岁过世那一年他37岁，考验来了，他就说我已经做成这样子了为什么还让我哥哥这么早就去世了？他想不开，这样子我不做了，所以他就退市了。结果他一起了这个念头，他不做了，他不要再讲了，他不要继续了，结果病就来了。他起了这个念而已，他的病又来了，又回来了，整个人又垮掉了。那这时候呢，他有一个老师就是会教他这个王善人这一套心理疗法的一个老师，这个时候还没有过世呢，结果他就去找他，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快不行了，结果他就去找这一个老师。那一去找这个老师，老师看到他，他说：“你怎么又这样子的呢？”他说：“是啊，我已经快不行了，可是呢，我还想活下去。那他的老师就说：“好，你想活，那只要你能够回答我的问题我就看你能不能活下去啊。”他说：“好，你已经都快死了也快不行了。那你既然快不行了，你现在脑海中你最放不下的是什么？你最放不下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刘伟珍就跟他说我死了没关系但是呢，我最放不下的就是我的父母如果我能够让我的父母能够这样子顺利的
安葬啊，就是说他可以送终哦，为父母送终，那他就算让我明天死，我也没有遗憾。他当下就起那样的一个念头，然后他老师就说：“那你有救，你还有救，你在我这里住。”他就在那个老师那边住了几天。他住在那里不是没事，老师也是这样子，就是跟他讲到，就是跟他讲。那讲之后，他在住了3、4天之后，事情就好了，就好了。之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讲，为什么说你有救？因为你在你人生最后的一个关头，你想到的是你的父母，你不是想到你的妻儿，你不是想到你的太太，想到你的女儿、你的孩子，你是想到你的父母。那你这个人表示你还有孝心，你的孝道还在，那么你就还有救。如果说你当下你想到的是你的太太、你的小孩的话，没救，就没救了。所以他就被他救回来了。然后救回来之后，他就真的说：“那我这次真的是要发心，真的要不再退步了。”所以他又回去之后，继续就努力不懈到现在，这都没有再退步的。所以是大考验，这个他考验他过了。然后他对他哥哥，因为他哥哥那么早就过世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一个替代，所以他说：“我既然没有办法为我哥哥尽替代，那么我一定要照顾好他的小孩，他的妻子、他的小孩，我要负起照顾的一个责任。”各位，刘有贞他自己有2个儿子，他2个儿子，可是他哥哥有5个小孩。他哥哥生了5个小孩，3个男的，2个女的，然后再加上他嫂嫂的话，总共就6个人。他要负起这6个人的生活，他一肩承担，他就跟他老婆商量，说哥哥不在，嫂嫂他们一家我有责任，所以他老婆很好，他老婆是我有这个义务要去照顾他，但是你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要照顾这2家你会受不了。爸爸妈妈、嫂嫂那一家你负责，我们家我来负责。所以他老婆就负责带他2个小孩，就是他们家的一些生活开销、一些生计，他老婆一人承担，然后刘善伟去承担他哥哥他们那一家还有他的父母，就这样把他扛下来的。他扛到最后也快不行了他嫂嫂发现到不行，这样子我让我的小叔承担我们的家计，我小叔也很辛苦，让你事也做，完也做太辛苦了，身体会垮掉。所以他就说：“小叔，我觉得这样不行我看还是我走好了，就是他改嫁。他改嫁的话会减轻他的负担。”然后这个刘善伟就说，他心里在想嫂嫂要走是没问题，但是我不能让他觉得是因为我做不好才让他走的如果他自己开口的，那他就没有推这个地道。后来他嫂嫂很感动他小叔这样的一个帮忙，所以他嫂嫂就让他说：“我还是走好了我不能够再增加你的负担。”所以他就走了，他就去改嫁了。结果呢，小孩子都带走了结果改嫁没几个月那2个小孩跑回来了，他的小孩有2个跑回来了呢，就是我们不走了，他们要住这里，就这个刘善人他老婆本来就是在说我们不能再收了，再说我们家会负担不起了。可是刘善人他怎么可能不说小孩在外面天寒地冻的你又不可能让他们露宿街头，所以到最后就把他收留下来了。他老婆也很难想到，好，就这2个再回来了，我们不收了。结果又没几个月，又跑回2个又回来了，这下怎么办？他这个刘善人就是头大了不行，回来你不收也不行所以他老婆不说过了再回来不收了，所以他也硬着头皮去找他老婆商量。他老婆就说：“这样子不是办法，干脆把嫂嫂他除了他嫂嫂一个人在那边跟他的另一半，说干脆把他们带回来，把他们都接回来了然后他们一家，他每个带的东西都给他们，那我们还是就用我们自己的就好。”所以呢，他老婆就去把他的嫂嫂请回来，再请回来了所有的东西都让给他们对，他们就有一家，所以全部又回来了。那他妈妈刘善人他妈妈就说，其实他妈妈很开心，说至少他的侄子都在身边，可是
刘三明他的家庭不好嘛他说你怎么有办法在他们那个地方你要娶媳妇你要为小孩娶媳妇，都是男方要出钱你没有钱你没有办法去娶媳妇你一定要有多少的钱你才有办法去娶一个媳妇。所以他说你先生你自己有2个，然后你哥哥那边有3个，你有5个，你怎么帮他们娶他说就已经没指望了。可是刘占仁跟他说，妈你放心，我的小孩能够娶媳妇，哥哥的小孩一定能够娶，只要我的小孩可以娶媳妇，他的小孩绝对可以娶媳妇。他妈妈不相信，所以他就这样子努力他真的是很努力的在工作。结果他老大娶媳妇之后12天，他帮他的大侄子娶了媳妇，然后在他老二娶媳妇的时候，隔1个月又帮他二侄子也娶了一个媳妇，最后连第3个他都帮他娶媳妇了，而且还帮他们盖房子。所以说他真的做到了。他妈妈看到他说，他妈妈看到他帮他哥哥的第1个小孩娶媳妇之后，整个就很安心。他说你真的做到了，就是他很感动，说他儿子真的有办法做到这样子，所以他就很感动。所以他妈妈刘占仁妈妈就是在他帮他的哥哥的小孩子娶完媳妇没多久，就这样子心无挂碍，就说我要走了，就这么走了，没有病痛的走了。所以他的孝道全，然后他的妻道也做得很好，就是他就是这样子做，所以他整个人生改变了，他的家庭也完全改观。那所以说他就在讲，说我们人因为他有后学有讲讲道是专讲做人之道，做人要有道。那我们做人到底要做什么道？就是要伦常，就是5伦。那后学为什么会画一个正字我们人家说我们要正人要先正己己立才能立人，己达才能达人我们想要去改变别人，一定要先自己做的正，行的正做的死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对别人，去改变别人所以一定要先正。这个正不是正别正我们